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被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之，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那么下面，我们讲那个结义会见呢，就是现在是讲的这个四种。这个不义啊，就是四种不义，应该四种义制啊，就是我们前面就是讲的是这个，应该是这个人啊依制这个法，而不应该这个依制人。然后法当中呢，用词句上的法和意义上的法，但是我们应该呢依的是这个意义上的法，就是不要这个词句就是好听。然后现在这个意义呢，就是第三个问题讲，就是了义和不了义，就是分两种。今天是第三个问题，就是了义和不了义当中呢，应该是这个依了义，而就不能呢依着这个不了义法。无如意义是治了不了义，不依不了义而当依了义，我们要这个无如。意义啊，就真正是释迦牟尼佛所讲到的，这些这个84000法门的这个意义当中呢，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意义。那我们这个侮辱意义、屈辱这个意义的过程当中呢，首先要这个知道是哪些是了义，哪些是不了义。因为佛陀的这个法当中呢，就是确实是也有一部分是不了义的法，也有一部分呢就是是了义的这个法。首先是我们通过这个文字，在三智圣面前学习大乘论点，然后呢知道是哪些是这个了义。因为我们以前也是在摩诃仁波切的有些论点当中啊，就是讲过，就是根据大经大论的这个观点的话呢，那么就是有时候呢就是空性的法，就是叫做是这个了义，就是显现的这些法呢，就是叫做这个不了义的。还有这个第三转法论的角度的来讲的话呢，就显现和实现同一的境界呢，就是叫做是这个了义法；显现和实现不同意的这种境界呢，就是叫做是这个不了义法啊，就是不了义法，就是也有这样的这种这个说法。如果我们就是前面的这个按这个空性为了义啊，就是然后这个显现呢，就是为不了义的话呢，佛陀在这个佛经当中也有这个非常多的这个记载，而且那个不可思议中观论啊，这里面也是说了，就是诸法之空性也称为了义，若说生灭等有情生命等，实属不了义啊，就实属不了义，就是有这么一个那个教言，就是所以我们应该知道是这个空性圣义体呢。就是就像入中论里面所讲的那样的这个生义的，也就是说原理思辨八系的这种境界呢，就是全部是了义的。除此之外的，我们现在现象上的一些生啊、灭啊，还有一些这个有情啊、生命啊等等等，就是这些所有的这些现象的话呢，就是全部是叫世俗的，也叫做是不了义。就是我们也可以这样了解，就是这些。较真呢，就是在这个宗喀巴大师的三界密意书当中呢，就是其实也是非常就是多的，就是所以我们首先呢，应该就是了知道了这个了义和不了义之后呢，就是我们要不能这个依止啊，就是不了义的法，因为不了义的话呢，就是其实是佛陀就是为了就是调整，或者说是为了这个引证蒙中根基的众生而那个宣说的就是这些法，然后我们应该呢就是依止这个了义的这种法啊，就是依止这个了义的法。那么如果我们懂得了这个道理之后的话呢，那就不会有这个佛陀的这个前后就金刚语啊，有前后矛盾啊，或者说是一些不合理的现象。其实现在有些讲经说法的法师也好，或者是如理修学的居士啊，很多都不懂这个了义不了义的法。这样之后呢，他在文字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佛陀在这里面说是这个法是存在的，在那个里面呢，就是说是法是不存在的。那是不是全知的佛陀也有这个自相矛盾的现象啊？或者是这个对这个经论呢，就是不能就是如理的理解啊，就有这方面的这个过患。因此我们要这个通过文字真正能掌握了义和不了义，就是这一点是非常的这个重要。吴国光尊者在那个大圆满信心修习大彻书啊里面呢，就是也讲了，就是专门是一个应该这个开启就是佛陀这个教法的这种密义的宝藏的一个要素啊，就是也是指的是就是讲这个了义不了义的，就是这一段，就是在第8品当中。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只不过是就是简单的这个叙述而已，就是实际上没有光说。我希望呢，我们在座的道友们呢，就是应该把这个疗愈不疗愈的，就是道理呢，就是应该就是在这个全知无光存在的教言当中呢，就是进行了知。佛陀辩之以随种皆更易，犹如戒之体啊，就犹如戒之体，玄所称次第。那么就是我们也知道，就是我们这个佛陀的话呢，就是让这个了知一切尽所有和如所有的法，也就是说是生一谛和世俗谛的一切这个法呢，就是通过尽所有之和如所有之来就是彻见。就是全部都了知。那么佛陀对这个所有的三千大千世界里面的芸芸众生的这个根基啊，他的这个根基的这种顿力啊，或者说是一些他的这个戒心啊、意乐啊、想法，以及就是他的这个爱好啊等等等，凡是所有的这个世间的不同的这些戒心呢，完全就是了知就是了如指掌。就这就是唯一的这个佛陀呢，就是才能了知一切众生的这个根基。这样以后的话呢，那么就是佛陀就是知道。就是如果我们就是用一种法来就是全部要这个调节的话呢，就是度化的话，那就是非常困难的就如果真的能这样的话呢，那没有必要就是转84000法论，就只转一个这个或者是空性法论了，或者说是这个佛陀呢，就是说是大家劝这个念阿弥陀佛。有些那个净土宗的上师呢，就是说佛陀这个所说的法呢，就是全部是念阿弥陀佛。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佛陀之所是3句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就是只说南无阿弥陀佛就可以了。除此之外呢，就是转那么多的法呢，就是也没有必要的。但是因为呢，就是众生的根基是确实是不同的。有一些呢，就是以念阿弥陀佛来就度化的；有些呢，就是通过修行密法来就是让这个成就的；有一些呢，就是通过一般的这个成就是所以就总体方面来讲呢，应该是在这个佛陀在佛经当中也是讲了，就是五个什么这个就是五个虚空经吧，就五个虚空经里面说是相互众依了我所有而成。就是相和众依了我所有而成，意思就是说呢，就是相和这个众生的根基不同呢，就是我已经宣说了，就是大乘和这个小乘。其实这个大乘里面，我们的密乘呢也是可以这个包括的。当然，这个佛陀呢，就是给他们这个宣说的这些乘的次第的话呢，只是大概而说的就是大概就像我们这个体检一样的，一步一步的，先就是给他们呢。就是这个低劣的这个众生面前呢，就是讲一般的这个因果法门。就像我们三转法论的话呢，就是如果以空性为主的话呢，第2转法论是疗愈的，然后呢就是第1转法论呢是这个不疗愈的，第3转法论的话呢，就按照这个明朗大师的观点的话呢，就是一半疗愈，一半不疗愈。如果我们刚才第2种说法的话呢，那么就是第3转法论就是如来藏的本体宣说就是宣说如来藏的本体方面呢，是最疗愈的。就是应该这样来这个了解的。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大概呢就是把这个众生的次第众生的这个次第呢，就是分为那个9种次第。分为9种次第呢，就是佛陀所宣说的这个按照尼玛巴的观点的话呢，就是就这个9乘就是叫9乘，就是9乘法来就是讲。但是是不是这样来就是固定呢？也不一定固定的。因为《楞严经》里面也说了，就是乃至心扭转，我成变无穷尽就乃至心扭变，就是扭转成变无穷尽，就是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这个众生的心呢，就是没有灭尽之前的话呢，其实这个大小乘就是无边无际的。每一个众生的这个根基不同呢，就是也可以就是给他安立一个这个乘是这样一来的话呢，那我们那个世间的这个所有的这些这个法呢，就是为了这个众生的根基而这个宣说的。因此呢，就是佛陀宣说的这个显宗密宗的乘，也就是说呢，从声闻乘一直到无上大圆满的这个金刚乘之间的所有的这些法呢，的的确确也是有必要的。因此我们呢，大家也应该这个了解就了解什么呢？就是一定要知道是所谓的这个佛法呢，就是其实是这个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一些这个不同的这个教理，也有比较这个浅显易懂的一些道理，也有呢就是非常深奥的一些道理。所以每一个法呢，就是对不同的众生来讲呢，就是非常这个殊胜的。
年纪和永义，秘密一曲吧，以此一两海，必要所也有。就是下面呢，就是说我们这个，那么就是佛陀呢，就是既然这个，就转法轮的过程当中呢，有疗愈和不疗愈的话呢，有些人可能这么想啊，就是那这个疗愈和不疗愈呢，就是大概是以什么样的这个方式来分析啊？就如果这样的想法的话呢，那么我们可以做这个，就是通过这个秘密和依据啊，就通过秘密和就是4种秘密和4种依据的方式来可以这个，了解。也就是说呢，首先我们要知道是这个什么叫做是疗愈的法，什么叫做是不疗愈。如果我要真正认识到不疗愈的话呢，那么就不疗愈呢，就是可以说是这样，这个直接理解的话呢，就是不符合实际道理的，应该是以量来这个有害的。然后这样这个选手的这个意图或者是他的这个用意呢，就是也是就是很明确的。而且这样选手有什么样的必要呢？就是必要呢，就是也可以让这个说出来。所以呢，就是有用意、必要，还有呢就是以利妨害，具足这3种条件的这个法呢，就是叫做是不疗愈的法。相反过来，就是不具足这3种条件的法呢，就是叫做是这个疗愈的这个法。所以我们这个要这个连接到这个用意和还有这个依据，以及呢就是如果你这样直截了当的去原原本本的去理解的话呢，那么就是应该在它的这个文字和意义上面呢，以量来这个有害的啊，以量来有害的。那么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其实这是有一定的这个必要的，就是像这样的一种法呢，就是叫做是这个不疗愈法啊，就不疗愈法的这个定义呢，在这里面也讲的比较这个清楚的。现在有些人的话呢，自己这个解释不清楚的时候呢，啊，这个法是不疗愈，那个法是不疗愈，就是我看到有些这个法师啊，就是在讲经的时候的话啊，就是自己好像稍微有点接受不了的有些事情的话呢，啊，这样不能这样理解的，这个是不疗愈法，其实也并不是这样的。疗愈不疗愈法呢，还是很难分析的。我们这个不同的角度呢，就是也有就是不同的这个分析方法。从某种角度讲来，我们这现在世俗的这些有关现象的所有的一些虚妄的法呢，就是全部是不疗愈的，因为它经不起任何观察，就是从空性的角度来讲是全是假的。佛陀说是显现存在的话呢，那么这个存在呢就是全部是假的，就是因此呢，就是这里面就是应该要了解疗愈和不疗愈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在这部论点里面所讲的那样，就是一定要首先要知道是这个4种秘密和然后这个4种依据。4种秘密里面呢，就是有这个凝入秘密和相秘密、对治秘密，还有这个转变秘密啊，就是有这个4种秘密。首先，什么叫做是这个凝入秘密的话呢？那么就是通过一种方法来让这个别人不信这一个道理的人啊，就是让他这个去入的。比如说，佛陀在有些经典当中呢，说是色法呢，在外境上是存在的。其实这个色法外境上是存在的这个用意是什么呢？就是如梦如幻的这个现象的法呢，应该是外境上是存在的，就是所以用意是这样的。然后它的这个以利妨害是什么样呢？如果真正是外境上面呢，就是色法是存在的话呢，那么我们通过这个观察微尘的一些这个道理来进行剖析的时候呢，就是根本就是经不起这个观察的，就是所以是有以利妨害的。然后这样的这个必要是什么啊？为什么佛陀说是这个外境是存在的，或者有些小乘的经典里面说是菩提伽罗我是存在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说的这个原因呢，有些外道啊，有些那个根本不信佛教的人呢，刚开始的我们给他讲是从色法到一切智之间的一切万法皆是空性的话，他根本接受不了，他特别害怕。所以呢，在有些外道呢，就是或者是有些声闻乘，就是敦根者的，就是为了这个驱入真正的大空性之前的话呢，佛陀也是在有关这个小乘的个别经典里面呢，已经宣说了，就是外境这个法是这个存在的，就这叫做是这个凝入秘密。然后这个相秘密的话呢，大家应该这个清楚，佛陀在有些经典当中呢，就是说是这个自己是自己的这个护主啊，就是有些经典里面呢，就是说是这个唯识宗，就是万法唯识啊，就是万法唯识。有些经典里面呢，也说是这个我们唯识宗所承认的这个三相存在啊，就是三自性存在，就是等。那么这些是表面上看的呢，就是也是对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就是唯识的话呢，暂时明眼现象当中是万法唯识也是可以的，一切都是
性的幻变的。然后呢，自己是自己的护主的话呢，就是通过自己依靠政治正念来自己疏忽自己，这一点也是可以这个成立的。但是你如果这样承认的话呢，那按照大乘的观点的话呢，那就是也是不合理的，就是万法唯心也不存在的，这种三种自性也不存在的。然后什么那个自己是自己的护主的这种实有法呢，也不存在的。就是如果以大乘的义理观察的话呢，一定是有义理这个妨害的。那这个必要是什么呢？就是唯识宗的有些这个众生呢，通过这种方式呢，就是应该就是获得趋度，然后逐渐呢，就是趋入中观的这个正道，就是有这个必要，就是所以这个叫做呢，是这个相秘密，就是在这个发相上呢，还是有一些这个迷义的。还有一个叫做是这个对治秘密啊，就是对治秘密的话呢，就是有些人呢，就是觉得是我们的这个佛陀呢，就是是不是这个很殊胜的，或者说是就可能有就是或者是对这个佛法呢，就是觉得是轻而易举的这种事情呢，就是有一种这个轻慢性。有这种轻慢性的话呢，那么就是佛陀在有关经典当中也是说了，我曾经呢就是编成过这个拘牛顺服还有呢就是为了就是前处就是佛陀呢，就是现在有些人就是觉得是这个佛陀呢，好像是现在这个末法时代的时候出现的这个释迦牟尼佛呢，就是所有的这个佛当中是不是最低劣的这种亲密性的话呢，那么就是可以这个对峙的。那么这个法呢，就是很容易得到吧，就是有些那样想的话，那为了对峙这一点呢，就是佛陀所说，我曾经呢就是得法的时候，也是经过恒河沙劫当中呢，就是苦行而得到的等等，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对峙的这种依据呢，就是叫做是这个对峙秘密，就是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叫做是这个转变秘密啊，就是转变秘密呢。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他的这个自己啊，就是自己这个意思上就是了解的话呢，就是还有这个言外之意啊，就是言外之意。那么这个转变秘密的真实的这个内容的话呢，就是直接如果你这样这个理解呢，就是恐怕是就是它的这个意义呢，就是不能就是了解的。比如说因缘品里面呢，就是说是父母为所杀，国王二所禁，经卷皆春会，逼人得精进，就是有这么一个这个教言，就是意思就是说呢。表面上看到好像这个父母就是也应该就是指的杀掉，还有呢就是国王是指的是那个国王就是国王，还有二所禁呢就是婆罗门和萨门，经卷呢就是指的是他的这个眷属。我们表面上看来的父母呢应该这个杀掉，然后国王和婆罗门和萨门还有这个眷属啊，就是全部都应该这个值得摧毁，就是这个人呢就是才能获得这个清净，获得国位，就是有这么样，就字面上就是解释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字面上不能这样解释的。所谓的他这里的这个父母呢，就是爱和这个去；国王呢，就是应该是这个阿难耶吧，就是阿难耶。而所禁呢，就是指的是那个就是应该是什么那个坏聚间和接近区间吧，就是吧，我忘了一点。好像大圆满信息修行里面有，然后那个这个经卷呐，就是经卷是指的是这个八种这个诗句吧，就是八种诗句。意思就是说呢，就是任何一个人呢，就是将这个就是爱和去啊，还有这个阿难耶和八诗句啊，这些全部都这个摧毁，就是通过这个对峙来，就是摧毁自己的所有的这个心识，认识自己的本性的这种人获得这个解脱的。所以我们这个很多的有些依据呢，就是应该要动的，不然的话呢，你一看经文当中说是就是父母该所杀的话，那就是马上拉着刀子就是准备就是杀母亲，就是那不合理的。就是如果杀了母亲的话呢，那真正这个造了这个无间罪。所以有时候的话呢，真的是佛经的道理啊，没有动到的话呢，就是很多都就是我们实践当中也是有所谓的这个言外之意啊，就是佛陀呢，就是为了度化蒙种根基呢，也有一些隐藏的这种意义。我们表面上看的是应该这样理解，其实呢也并不是这样的，就是有内意、外意、这个秘密之意义等等，就是有许许多多的教义。这是我刚才所讲的这个4种秘密，然后还有呢，就是4种这个依据啊，就是平等依据、别义依据和别识依据，还有这个菩提伽罗依据啊，就是菩提伽罗依据。
那么这平等意趣的话呢，就是其实这个诸佛呢，是这个平等，或者是一切法界当中呢，是这个平等的缘故呢。比如说这个佛陀呢，说是我曾经呢，在蒙蒙界的时候呢，变成过这个巨牛顺佛。其实巨牛顺佛跟现在的释迦牟尼佛之间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距离啊，有一定的距离。但是从法界平等的角度来讲呢，不仅是这个释迦牟尼佛当是巨牛顺佛啊，实际上是我们的这个所有的众生的这个法界呢，也是佛陀无二无别的，这叫做呢，这个平等啊，叫做这个平等依据。然后这个别义依据的话呢，刚才我们前面所讲到的这个相秘密啊，相秘密呢，基本上是相同的，它的这个意义上面呢，也有这个法相，这个意义和法相呢，应该是这个相同的，不过显光转论和那个显光转论的应该是我看讲那个所以啊，讲所以那个地方的话呢，也有不同的这个说法，到时候你们呢也可以看一下。然后还有一些别识依据，别识依据的话呢，比如说念一个咒语，或者是念一个佛话呢，当下这个成佛，其实也并不是当下成佛的，再过了一段时间呢，或者说是因缘成熟的这些人呢，念一句佛话就马上当这个成佛啊。也这个意思，但在这个时候呢，有些人可能这样想，那是不是我们念这个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啊，往生极乐世界呢，是不是别识依据，它是不了义的？这种这个想法呢，是不对的。以前那个法王如意宝讲经的时候，有一次那个嘎多堪波说了这句话，说是啊，这个极往极乐世界的是可能是不了义的吧，应该是在别识依据当中吧。后来法王狠狠的这个批评，而且第二天的话呢，也讲了这个很多，因为我们这个念佛啊，往生极乐世界呢，并不是这个别识依据，别识依据当中的不了义法。其实以前的这个智权仁波切啊、摩诃仁波切啊，关于在这方面的话呢，有很多的教理，我们以前学的那个净土教言呐，净土教言当中也是有关这方面的道理，也是说过的。所以这个呢，大家也不要认为是啊，我念佛是不是那个别识依据，不能这个成佛的。我念咒语呢，没有这个功德。所以所有的这个事情呢，用这个不了义来乱套的话呢，那就是不合理的，大家一定要有这个区分的这个智慧，这个很重要的。然后第四个呢，叫着这个菩提伽罗这个依据啊，菩提伽罗依据的话呢，比如说有些人呢，觉得是。这个布施呢，在实践当中是最这个殊胜的，然后他对这个布施呢，有特别强烈的执着的时候呢，佛陀在有关经论当中呢，说是布施呢，是这个下等的，次界呢，更这个殊胜的，也有这样的。有些呢，觉得是此界唯一的此界都是，其他的三根都是下劣的话呢，佛陀在有些经典当中呢，或者赞叹忍辱，或者是赞叹这个布施，也有这样的，这叫做是这个也是这个菩提伽罗这个依据的这种不了义法，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在这个人世佛陀的这个经典，尤其是显宗的有关经典的时候呢，你把这个所有的了义不了义的这个区分，分完了之后的话呢，以后你那个对这个经典呢，对这个论点的这个学习呢，有非常大的帮助。否则的话呢，现在很多人呢，大多数的人都是对这个经典呢研究的时间好像也没有的，兴趣也是没有的。但是有个别人的话呢，他自己也是无理于理的，最后的话就不知道是到底是怎么，是哪个是真的，那个是假的，没有在这方面的这个辨别的能力和智慧。因此，我们以前讲那个心性修习大彻书的时候呢，要求大家在这一部分呢，一定要弄清楚，也给讲过很多次。当然，我们在这里面只不过是给大家提了一下，如果没有真正的这个了解的话呢，会这个歪曲这个佛陀的真正的这个教义，这一点是非常重要。